依家係開緊第4個嘅 Mega Boss，唔知會中到啲咩？呢個係一個廣東話嘅影片，多謝你收睇。好，事不宜遲，依家去開。Oh no，跌晒，不過唔緊要，陣間整翻靚仔佢，解翻先，解一解佢先。純粹記錄低，究竟會抽到啲咩？第4盒 Mega Boss。開始之前，攞晒啲卡出嚟先，跟住我再整靚仔後面個卡牌佢。咁呢度咧係有8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包。咁8包入邊咧有12張。好，咁我整翻靚仔佢先，咁就開始烏記。OK，咁就事不宜遲，開始抽 ，Let's go！會喺呢度睇。係呢個啫 ，OK，呢度拆嘢，拆慣咗，係咪速戰速決咗？呢啲全部都係普卡。喂！Curry 啊，粉字 Curry， 收佢。好，就呢包啦。34，係，喂，係佢 ，OK，係45週年嘅特別款，然後係佢新手。OK，再嚟第4包啊！對唔到焦，對返先。OK，嚟啦噃！新手，卡。第5包啊！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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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呢個有好多張啦，已經都係45週年。OK， 再速戰速決，睇下會唔會有特別啲嘅款啊？Coca-Cola。OK， 45週年。OK， 拆你咪咁拆。RC，喂。OK， 繼續。渣哥，我中咗一張250嘅星卡。Oh no！ 到呢度。刷卡最緊要係咩啊？快靚正，摸到最底嗰尾3嗰幾張就係啦。哇！灰紅，哇 ！OK， 呢張 OK。收啲卡先。呢張就入袋啦，呢張幾特別。仲有聽人講佢打得幾好。OK。VJ， 來吧。係咁出呢張卡。應該條片大約15分鐘就完啦，刷得咁快。新秀45週年。哦，睇下啲咩嚟呢？拉絲2包啊。OK，Oreo 有冇好嘢呢？定已經出咗呢？呢一個係，哇！呢個係咁中佢咩事？
45週年。OK， 2揀1，揀邊個先呢？呢個先。OK， 有冇啲特別嘢呢？ check 下，慢啲。8bit。OK， 45週年係冇咧，之後 OK， 拉屎。嗰張拉屎一張。OK， 投放者呢期都好犀利。好，最後特別啲嘅就呢兩張，呢兩張喺呢個 box 入邊特別啲嘅嘢。陣間再噏多一個 box， 都係咩個 box？ 係第5箱，轉頭第5箱。